继续关心台北市政府的公园处有一个男子违警，防指控对6个查某同事性骚扰。公园处是有证实这桩代志，嘛讲伫去年的12月14接到申诉了后，12月20就随处理。那这个主违警已经被调职记2届新界。经过初步的清查，目前已知的相关的涉案的事实呢，是发生在这个柯市府的任内。那么当初这个相关的行为人也就调离了现职，那并且在后续的调查过程当中呢，受到了惩处。台北市公园处是表示，去年12月14有3个查某员工提出申诉，昨开始启动调查。经过6届会期，伫今年1月18判申诉成立，3月24时已经做出处罚，记这个主违警2届新界。市府嘛已经伫3月13时有举办工课场有风性骚扰的宣导。